维吾尔活动家在美国不同的大学介绍了维吾尔问题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乌马尔·哈纳迪参加了由中国民主人士组织的第14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与宗教会议。他在会议上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问题。他说：“我希望中国民主人士与我们站在一起，正确对待历史。”香港网民发起周日下午1点，在全港7个不同地区进行反警报7区紧急行街抗议活动，警方则在多处驱离、拘捕抗议者。据南华早报报道，香港警察搜查了示威者聚集的商场，警方表示，有蒙面暴徒破坏沙铁港铁站入闸机之后，跑入新城市广场的不同楼层，需要搜捕。示威者还袭击了一家据称支持香港警察人的餐馆。土耳其警方在埃迪尔内省内逮捕了252名非法移民，这些移民据称被希腊边防部队秘密引渡到土耳其。据报道，这些非法移民到了希腊以后，被希腊边防警察逮捕。希腊警方不顾国际条约规定，将已进入该国境内的移民强制遣返至土耳其。这些人说，他们受到了希腊警方的殴打。巴基斯坦反对者延长了政府的辞职时间。此前，他们要求政府在2天内辞职。在巴基斯坦，数万示威者聚集在首都举行所谓的为自由而游行，要求政府辞职。在伊斯兰学者协会主席毛拉纳·法兹洛尔·拉赫曼领导下，反对党伊斯兰政党在辛德省首府卡拉奇举行游行。2天的期限结束后，反对者举行了为时6小时的新战略会议。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，他不是很喜欢和西方人进行谈判。他说：“我比任何人都付出了更大的忍耐，我忍耐了谈判的压力和污蔑，最终成功地取消了针对伊朗的6项决定。”他指出，通过5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同意，可以取消针对伊朗的6项决定。他强调，如果我们和美国之间有信任，那不必要签署150页的协议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曼谷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时表示，北京已准备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，维系南海长期和平稳定，且期待已久的南海行为准则已有进展。李克强表示，中国和东协已完成南海行为准则单一文本磋商草案的第1轮深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